前有嚟過啦，咁亦都有啲新嘅朋友嚟啦咁樣，咁都好簡單講一講我哋其實差唔多係一年裏邊嘅應該7到8次，去到月尾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揾一個地方，咁然之後就會透過我哋邀請嘉賓佢哋嘅研究專業，或者甚至佢哋而家做緊嘅一啲項目或者啲工作咧，就邀請佢哋分享一啲睇法，或者甚至係佢哋嘅一啲研究心得嘅。咁今次亦都唔係我啦，咁就亦都好榮幸啦。咁我邀請到呢一個前澳門大學呢一個政府及呢一個公共行政學系嘅副教授余永逸先生咧，同我哋講關於澳門嘅內地化同埋香港澳門化一國兩制嘅終結模式。咁如果講到呢個題目，大家自不然就會諗到最近香港立法會嘅大屠殺啦，即係話好多議員由1/3或者會唔會再多啲咧，係被勸退係唔可以再參選。但係如果有啲朋友有留意澳門新聞咧，其實類似現象咧，其實喺澳門立法會選舉出現之前咧就已經有㗎啦。咁好多人都會聯想到就係話，其實我哋透過澳門嘅政治發展變化，能唔能夠預示香港而家或者未來嘅政治或者同埋變化咧？咁所以今日嘅題目，我諗個重要性係在於我係叫伊羅啦，因為我都識咗佢到20幾年啦，30年啦，係啊，係因為94年開始識啦咁樣，咁嗰時喺翻讀書。咁就澳門本身個變化，可能對一般人嚟講覺得唔係好重要，因為一個咁大遠之地。但係可以咁講，特別係如果睇翻澳門，其實早喺1、2、3、4年之後已經中國嘅影響力咁大。咁然之後，雖然你話經歷過澳葡嘅統治嘅殖民地統治，但係實際上你都會見到中共喺澳門嘅嗰個控制形式，其實慢慢可能亦都喺香港而家嘅狀況裏邊咧，係慢慢開始係出現嘅。咁所以而家咧，事不宜遲啦，我將時間交送俾余永逸教授咧，同埋講今日嘅課題啦。多謝 Ben。我都好耐冇講過嘢，可能講得得啲。咁多謝阿 Ben 介紹啦。咁其實今日嗰個我諗其實今日都在座都有好多位都係嚟自澳門啊，對澳門有啲經驗嘅。咁我諗其實今日所講嘅嘢都係想歸納翻我過去嗰20年喺澳門觀察到嘅狀況，即係嘗試去點同香港去做一個聯繫咯。因為點解會有呢個咁嘅諗法咧？咁其實先阿 Benson 都講咗，即係1、2、3事件之後，其實澳門變咗一個半開放區，我諗好多人都係咁樣講啦。咁所以變得成個社會都好似係好親中啊，親北京或者甚至乎即係受北京所控制啦。咁其實今日我個話題話澳門化嘅即係香港澳門化呢個諗法，其實即係90年代盧兆興都講咗㗎啦。咁但係個重點咧，其實有趣嘅就係話即係90年代講話香港會澳門化，咁但係咩叫澳門化咧？或者如果澳門化嘅時候，香港會從邊方面係似澳門咧？咁其實今日我就想補充翻呢一個咁嘅空間就係其實如果我哋講緊香港澳門化，咁其實係點樣叫做澳門化咧？咁我想今日係歸納翻即係幾點啦。咁其實回歸之後，香港都開始有變化嘅。如果大家都會覺得，第一個變化可能係比較慢嘅。到19年嘅時候，即係反修例運動之後所引出嘅問題，你會見到即係北京全面管治咗香港咧，叫做咁你會見到好多個變化。咁呢個變化，我發覺咧19年之後個變化係快得好緊要，好多嘢咧都似乎係跟緊澳門嘅一啲嘅做法去做嘅。咁所以如果嚟講，我覺得係呢一個似乎就喺19年，我已經開始要思考緊就係香港點加速澳門化呢個諗法嘅。咁但係重點咧就係其實澳門化係一個好有趣嘅東西，或者其實你講澳門咧，其實即係澳門唔係一個停咗唔發展嘅城市嚟㗎，即係其實佢都會變㗎嘛。咁所以我喺一個如果你講澳門化係一個概念上，佢應該係一個動態概念。佢其實澳門自己都變緊。咁第一個變化咧，其實過去其實10幾年前我已經喺度講，其實喺明報我都寫過文章都話，其實澳門同香港係唇寒齒亡嘅。即係呢個其實10幾年前喺明報已經寫咗就如果香港守唔住咧，澳門咧會行得更加之快。所以行得更加之快，其實即係呢個佢嘅變化，即係其實內地化。
當年唔敢講咁多嘅，覺得都會死啦嚇。咁但係其實而家嘅狀況就係你要見得到，其實就係呢個唇亡齒亡係你見得到係其實19年之後咧，澳門嘅變化都好大。其實我頭先都同呢位朋友講話澳門其實個變化16年開始變得加快咗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成件事走落去咧，你見到香港同澳門一個拖拉嘅關係喺個政治啊、社會啊、經濟民生方面係一個拖拉嘅狀況嘅。有陣時澳門行得快啲，有陣時會香港行得快啲，互相拖住大家走緊去，其實所講嘅一個兩嘅終結，即係完全回歸啦，即係完全變成一個中國嘅完整一部分。OK，咁呢個其實就係我今日想講嘅嘢。所以即係其實我話想講澳門化嘅時候，我嘗試從3方面去睇，其實即係澳門係啲咩嚟嘅？即係如果講澳門嘅情況，其實係從政治啊、經濟、社會去睇，其實如果我哋講係澳門化，即係話其實趨近於內地化嘅過程，我哋喺呢3方面點睇澳門嘅社會發展，然後再影射翻其實大家都會發覺就係、如果頭先我一陣講嗰啲嘢，可能其實大家好熟悉香港咧，都已經發覺香港好似都其實做緊一啲咁嘅嘢，只不過近年咧就再明顯好多咁解嘅啫。咁所以其實講完呢一部分之後咧，我想再同大家做啲預測，就係話既然澳門近期嘅發展係咁嘅時候，咁香港未來嘅發展會係點咧？頭先阿 Benson 都預示咗，即係我哋都講緊邊啲香港嘅立法會議員有得留低，冇得留低。我哋早1個月前已經開緊賭有冇呢個落賭盤 ，OK？ 邊個唔留得低 ？OK？ 咁其實呢啲其實從澳門嘅一個近期啱啱即係9月嘅立法會選舉，都反映得到其實香港嘅狀況咧，其實都跟緊澳門嘅過程咯。OK？ 咁我事不宜遲，我就落去。我先講澳門嘅政治層面嘅特性。其實呢一篇文咧，其實當年喺香港好震撼嘅。其實08年嘅時候，其實因為曹二寶講呢個第2管治團隊啊嘛，即係喺國內。跟住其實跟住阿列珍就引呢個林廠寫嘅林廠，即係新華澳報係澳門報紙嚟嘅社長嚟嘅。咁佢就寫咗一篇文章，就係講嘅，即係代表咗黨嘅意思㗎啦。因為你都知佢其實應該係北京派嚟嘅人嚟嘅。咁就佢個筆名叫永日啦，不過唔係我嚟嘅，調亂咗，將我係咪佢嚟嘅？唔係佢嚟嘅。咁其實佢寫一篇文就係澳門要有第2支管治團隊，嗰支就係中聯辦。咁但係嗰陣時，其實喺啲講嘅時候，其實唔係話澳門應該由中聯辦成為第2團隊。而係其實中聯辦已經做緊一啲咁嘅角色，但係香港仲未有。香港嗰陣時開始香港係要有一個第2嘅管治團隊。咁但係其實08年嘅時候，或者其實可能再早之前已經有，就係話中聯辦嘅角色啦。咁以我觀察啦，其實你會見得到喺澳門嘅政治社群裏邊咧，中聯辦係好活躍啦，出席好多活動啦，甚至乎有陣時同官方嘅人士係一齊出席一啲嘅研討會啊，佢哋會有啲嘅助理咧，係做筆記嘅。咁你見到其實係好活躍嘅呢方面。咁所以其實你見得到中聯辦嘅角色其實一早就係佢所謂嘅第2管治團隊就已經展現咗喺澳門。而喺香港咧，中聯辦可能當其時當年即係傳媒都仲係好活躍，咁即係中聯辦係唔敢好公開咧喺呢個公眾嘅活動裏邊咧係有代表走出嚟嘅。咁呢個其實係澳門嚟講咧，就已經係開始落實咗中央所諗嘅一啲嘅諗法。第2個其實就係三權分立嘅問題，呢個張曉明寫嘅。張曉明喺11年嘅時候寫一篇文咧喺澳門，但係實際上咧其實我可以話俾你知，喺03、04年已經係一啲嘅研討會好多嘅。包括張曉明已經講緊三權合作㗎啦，即係唔係三權分立㗎。不過即係呢一篇文係11年即係正式官方係發表出嚟嘅啫。咁但係以我出席一啲嘅研討會係有官方嘅代表，亦都有嚟自當其時張曉明好似仲係國務院嗰個司長嚟嘅，即係未去到副主任。其實佢已經代表緊中央落嚟澳門話澳門係其實係三權合作嘅。所以唔係三權分立嘅。咁但係實際上係咪三權合作同分立咧？或者係點合作法咧？
其實一個我用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呢、個例子係好經典，我上堂都教嘅，講咗10幾年幾個例子，即係點解我叫話呢個係三強合作嘅例子咧？其實實際上就係07年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法庭嘅即係 court case 咧，就係講緊外勞嘅問題。因為自回歸之後咧，其實如果大家熟悉澳門嘅狀況都知，就係所謂行政法規同埋法律嘅問題。即係行政法規就係特首簽署嘅一啲嘅行政命令。咁其實回歸之後咧，其實特首咧，即係大家會講係濫用咗行政法規，就簽署一啲嘅所謂法律，係咪法律咧？唔知道。咁大家係講係法律咧，就取代咗立法會立法嘅角色。所以其實2/3嘅所謂法律咧，都係由行政長官行政法規咧簽署嘅。咁咧，當其時即係有一個關於外勞嘅政策咧，都係由特首去簽嘅，就叫行政法規。咁跟住有一個外籍人士就告話，特首係冇權簽個法律。OK。咁所以咧變咗嚟講咧，就去到法院。法院個初級法院同中級法院，即係第2級法院咧，都判政府敗訴。係根據基本法咧，行政長官咧係冇立法嘅權力嘅。咁但係去到終審法院，即係個 Court of Final Appeal 咧，即係當其時10號輝就有份去判咧，就唔係行政長官係有立法權嘅，有立法角色嘅。OK。咁佢有立法嘅角色啦，佢可以 veto 呢個立法會嘅法律啦。OK。咁所以佢係覺得有嘅，同埋即係有啲國家，即係例如法國啊、葡國啊都有行政法規嘅。OK。咁都係可以做嘅。跟住國內咧都有呢個行政法規咧，就係個臨時法律嘅。咁所以咧其實係行政長官係有權去立法咁樣。咁但係呢個好有趣嘅，呢個只係第一部分，即係法院，即係你記得到呢個係法院好配合。即係如果即係唔係淨係我嘅睇法，其實有啲嚟自內地嘅法律學者咧，都會質疑呢個判決嘅。OK。係有問題嘅，係唔認同嘅。OK。咁但係有趣嘅地方係咩咧？有趣嘅地方就係蕭慧雲唔知你記唔記得佢啦？佢係澳門嘅第一批嘅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嘅委員。咁佢講咗一句説話咧，係好有趣嘅。佢話呢個係當其時立基本法時候咧，冇睇過，冇處理嘅問題。係其實即係意思就可能係我哋一個遺漏。OK。咁點處理咧？嗱，呢個合作就好微妙啦。微妙嘅地方咧就係、當其時崔世安行政長官唔係何厚華。OK。何厚華就提出這一個立法法，其實蕭慧文提出嘅都係這個立法法就係限制行政長官行使呢一個行政法規。咁佢係真係做喎，即係行政當局係自己 surrender 話我去 sacrifice 我一啲嘅立法嘅所謂立法嘅權力係法院已經判咗嘅。咁跟住咧將大部分嘅立法權力交翻俾立法會，咁跟住立法會又好快地通過。咁所以呢個三權合作嘅模式，你記得到係當其實喺07年呢個 case 咧已經即係好完美咁示範呢個合作啦。我諗喺北京嚟講都可能係好完美合作。咁所以其實咧喺北京眼中呢一種合作唔係一個好嘅模式咯。咁而家香港嘅都係一個好嘅模式啦。OK。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喺早年澳門已經做咗呢一樣嘢。OK。咁咧就我再講，其實頭先阿 Benson 我哋傾開偈都有講，即係呢個三權合作可能我再做一步叫做咩三權合一。咁咧就我會再講翻呢一樣嘢。咁另一個其實除咗話即係第二管治團隊行政立法、司法合作嘅狀況之外咧，其實呢一個都我早年寫文都有講過嘅。即係澳門嗰個官員嘅內地背景係好強。咁你已經見得到啦，大家見到即係新任嘅行政長官啦，澳門即係岑敖暉，其實就係內地出世啦，喺中山，好似話係中山出世嘅。咁跟住喺內地受法律訓練啦，係80幾年，佢喺80年代尾就嚟澳門 ，OK， 就跟住90年代就參與呢個所謂嗰個葡語系法律嘅培訓課程 ，OK， 咁之後就喺回歸之後就成為咗就係終審法院嘅主席啦 ，OK， 咁之後舊年就成為咗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當選啦。咁即係其實你見得到喺最初澳門嘅行政長官都係嚟自所謂四大家族嘅其中兩個大家族啦，何氏同埋崔氏啦。咁其實嗰陣時北京都好多意見嘅，不斷咧其實都會問係咪應該由四大家族成員去主導澳門嘅社會咧？其實我諗07年之後，其實北京已經喺度講緊，甚至乎你留意，其實當年從阿崔世安準備爭呢個行政長官嘅時候咧，係叫做何超明咧，咁不過拉咗啦已經，即係檢察院院長拉咗啦，最後話佢貪污。咁之後就崔世安繼續四大家族代表四大家族嘅崔氏家族去成為行政長官啦。咁所以其實喺北京眼中，其實都呢個係一個疑問，其實都有聲音係想脫離、擺脫本地嘅一啲家族嘅影響，呢個係北京眼中。咁到上一屆賀一誠啦，賀一誠其實都係賀家，即係四大家族之一嚟叫做。咁佢做咗一屆就唔做啦，跟住咧就由呢個岑敖暉就直接就當選咗行政長官。咁但係你見到個背景咧就係唔係本地啦，已經係直接就係內地出世、內地受教育，移咗民澳門30幾年啦，然後就做行政長官。咁成個內地嘅當然其實大家都會話其實大家喺澳門都有一個講法，就係13太保，就係話當年即係北京為住回歸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過渡，甚至乎係回歸之後嘅澳門嘅管治咧，其實係派咗一批嘅，所以13太保我唔知係咪13個，其實可能好多嘅，只不過即係13個咧，可能第一批咧就13個人咧就接受法律培訓，就強調咧喺個法律層面咧要把關做好，就要有多啲嘅本地人嘅培訓。而實際就係當年因為其實葡國人都有一個合作嘅，就係唔提升本地嘅中國籍嘅居民去做官員，咁所以變咗嚟講，基本上大部分嘅中高級公務員咧或者官員咧都係葡國人嚟嘅。咁所以咧，北京有一個藉口就係、我哋要幫手培訓未來嘅接班人。咁所以其實喺80年代尾咧，已經開始送一啲官員過嚟澳門，甚至乎之後就入咗澳門政府裏面做。但係我同阿譚志強傾過譚志強話有啲就變咗商人就冇再出嚟啦，咁我唔知道。咁但係呢個13個太保係咩咧？冇人公開講到係咩人。咁但係重點係其實大家都會認同就係喺回歸之前已經內地係不斷係送一啲嘅內地嘅官員過嚟澳門受訓，跟住進入政府，然後希望佢哋日後喺回歸之後喺個政府裏邊咧有一個重要嘅角色嘅。咁而家其實好明顯，其實似乎岑敖暉亦都代表咗呢一批咁嘅力量咧喺澳門度正式主導埋行政機構，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其實仲有其他嘅新嘅官員，即係黃少澤都係而家嘅新嘅行政法務司。佢之前咧早1個月前咧仲係呢個保安司嚟嘅。咁佢就而家調任咗行政法務司。咁其實佢都係同阿岑敖暉當年一樣，即係過咗嚟澳門之後咧接受法律培訓，跟住喺個警隊裏邊去做。佢之前佢係做司長之前係做呢個治安警察局個局長嚟嘅。咁所以其實係喺嗰個算叫行政定司法咧，兩樣都係嘅。喺個法律層面咧，佢嘅角色做咗好多年嘅。咁最後而家係調咗人哋法務啦。咁甚至乎即係其他係咩新任嘅社會文化司長柯南啦，柯南就係都係一個大家族。唔係你哋睇到邊嗰個？柯家喺澳門都係一個好隱世，但係呢個好重要嘅家族嚟嘅，亦都係紅色背景好重嘅。佢當年即係柯南當年係崔世安嗰個特首辦嗰個辦公室主任嚟嘅。之後即係崔世安離任之後咧，佢就去翻呢個嗰個叫做民政總署之後就做過係啦。而家即係佢之後即係離開咗崔世安個辦公室主任，即係之後咧佢去翻民政總署，即係做啲民政事務嘅嘢啦。OK， 做委員。咁另一個咧就譚偉文就
係咩咧？佢又有咗啲嘅係台灣背景，有啲即係台灣讀書嘅，即係算係比較 local 啲嘅。OK 啊，咁但係再睇翻後面，而家呢個宋允理嘅終審法院院長都係其實都係早年喺內地移居澳門嘅法律專才。OK 即係去過受訓練之後，就進入咗政府做喺澳門政府裏邊擔任一啲嘅所謂法院嘅工作啦。咁歐陽宇佢之前喺何一成嗰屆咧係司長嚟，係社會文化司長嚟嘅。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內地出世，跟住係內地接受教育嘅。OK， 咁而家調任咗喺個審計處處長。咁即係其實你見到就係大部分嘅而家現屆嘅主要官員咧，其實都同內地係有關係，即係我所指嘅內地都係一係喺內地出世，或者喺內地接受教育。OK， 咁呢個係都好明顯。上一屆冇咁明顯，而今屆越嚟就比上一屆更加之明顯。咁點解呢個重要？其實好坦白咁講，你入得喺內地接受教育，你就會識點處理同內地嘅關係。咁所以喺北京嚟講咧，其實你接受內地教育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甚至乎成日咧就我都會講，即係有啲公務員都同我講，即係其實臨走之前嚟香港先至都發覺，佢哋都話冇嘅，其實最重要係喺內地有個學位，甚至咧本科喺內地讀就更好。即係以往我嘅課程咧，其實好多人都被視為係公務員嘅搖籃嚟嘅，即係我好多學生都係公務員之後。咁但係而家咧已經一個改變啦，就話最好係有內地背景，意思係咧內地接受教育。但係咧要有澳門嘅關係咧，就最好之後翻嚟讀個 master 或者讀個 doctor， 咁就可以補充翻兩地嘅經驗啦。OK， 咁呢個其實係好明顯係嘅一樣嘢。之前冇咁明顯，而家明顯咗。公務員嘅內地比啱啱我講咗啦，其實就係而家越嚟越強調呢一樣嘢。之前就係即係坦白講，我以前嗰個公行政課程咧係真係收生最多嘅。收最好學生嘅係澳大，咁但係近年我都 feel 到㗎啦，因為我走之前嗰時見到係下滑得好緊要。一下滑呢個嘢就而家唔係人數下滑得好緊要，而係學生嘅質素咧，你見到跌嘅。一就我解釋呢個原因，即係其中一部分係可能公務員冇咁多位置啦，但係另一部分其實一就冇再講。另一個就係委員會模式去統籌各個政策係咩咧？其實我諗，如果大家有留意內地嗰個做法咧，好多時候即係嗰啲部委啊，主要基本上係一個行政嘅執行嘅手臂嘅叫做。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你見到有咩乜委員會，就係之前習主席係嘛，都有一個經濟發展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呢啲叫做係咩咧？強調係有一個比較中央化嘅委員會咧，去確立一啲嘅政策，然後再落翻去部門咧，去做推行嘅。甚至乎有啲人嘅講法喺澳門嚟講咧，有啲公務員去講，行政長官唔出手咧，政策係冇辦法推行嘅。而嗰啲嘢唔去到司長度咧，啲嘢係唔會有改變嘅。咁所以所有公務員都好驚，任何嘅嘢會上到行政長官或者去到司長層面。咁所以點解佢哋話會有一個咁嘅委員會就係？委員會呢啲唔係一定係諮詢委員會嚟嘅，有啲委員會係有啲比較實質性嘅角色喺裏邊嘅，就係要求就係話佢哋制定一啲嘅政策性嘅方向，然後咧個委員會裏邊咧有埋相關嗰個局嘅官員喺裏邊 ，OK 作代表，然後將個信息擺翻落去個局裏邊，然後去執行政策或者要制定落實。個政策嘅細節內容，咁呢一個咧就係澳門嗰個委員會模式，因為我曾幾何時都係人才發展委員會，咁我都見得到，其實佢哋係想用呢一個咁模式，甚至乎即係局長都解釋咗呢一樣嘢，即係希望係咁樣去統合嘅。咁你見到其實香港喺19年之後咧，呢啲委員會嘅出現咧係多咗嘅，係嘛？咁呢個其實都係我成日見到就話，點解呢啲澳門有嘅嘢，點解以前冇嘅，突然間喺香港好似好快咁樣落實到咧？咁呢個其實係澳門其實早年已經有嘅。
甚至乎其實回歸初期講緊公共行政改革咧，何厚華年代已經整一個叫做公共行政觀察站，之後就整一個叫做公共服務評審委員會出嚟咧，係去點樣去推動行政改革嘅。咁呢一紮咧都係其實唔係近年會發生嘅嘢，係其實20幾年前已經有嘅喺度。呢個以國家統合主義模式，強調國家統合主義模式發展社團參政嘅媒介。咁其實咩咧？其實我唔知大家有冇對國家統合主義有冇一個特別嘅認知嘅？呢個喺我哋政治學嚟講就係講緊，即係統合主義其實就係 corporatism， 即係講緊話政府點樣去同民間有一個聯繫。咁通常都會同有一啲社團建立關係，希望呢啲社團咧能夠收集民間嘅意見，然後咧就反映俾政府，咁政府咧就淨係同呢啲嘅社團咧去溝通接觸，咁就可以好大程度理解得到個社會需要同埋實際會制定政策嘅。咁但係喺西方咧，我嘅政治學嘅理論裏邊都有兩種嘅，一種叫做liberal 嘅 corporatism， 即係話自由嘅，係由下而上嘅，即係由民間成立嘅，跟住咧有邊啲比較聲勢浩大啲嘅社團咧，就政府就主動同佢哋聯繫 ，OK， 咁呢個就由下而上嘅 ，OK。另一個係咩咧？就嚟自其實傳統嘅共產主義嘅陣營嘅概念，就係國家叫做 state corporatism。意思係咩？係國家指派一啲嘅社團，由呢啲社團深入去社區同我收集意見，咁我就用呢啲社團係作為呢個界別或者呢個地區嘅代表，跟住向政府反映意見。咁但係澳門就係一個所謂嘅國家統合主義，我哋就會話係咩？例如咩主要社團係其實喺澳門嚟講，你有呢個工聯啦，即係香港都有啦，澳門有工聯嘅一樣啦，工聯會啦，作為代表勞工嘅咁大家都知你講工聯會，咁你唔會覺得佢係咪？如果喺以前嘅香港嚟講，你就有職工盟啊，有好多唔同嘅工會係嘛？你唔會覺得工聯會就係淨係唯一嘅主要嘅工嘅組織去代表勞工啊嘛？咁但係喺澳門嚟講，好清楚嘅工聯會。冇工會能夠同工聯會去比，而政府亦都話完全係工聯會佢作為代表勞工，甚至乎有啲人都話工聯會係咪共產黨嘅外圍組織？因為甚至乎即係工聯會其實係聯繫咗全國工聯嘅。另一個例子係婦聯啦，香港有婦聯，但係香港婦聯不成氣候。OK， 咁但係澳門婦聯亦都係作為代表婦女界別嘅社團。OK， 點樣去叫做咩？保護呢個婦女嘅權益啦。咁亦都同內地嘅全國婦聯係連上關係嘅附屬嘅。咁仲有一個咩咧？係街總即係叫去澳門其實以前好多叫做坊總嘅，即係每一個小區咧有個坊總，即係例如街坊會咁樣。香港街坊會，咁佢就整一個叫做80年代咧就整咗一個街總出嚟啫。咁咧就係統合晒呢10幾20個坊總，然後咧就作為代表呢啲唔同社區嘅利益，向政府反映意見。咁呢啲我哋叫做其實就成為咗呢啲社團咧就被視為咗代表澳門基層社會嘅一啲嘅力量啦。咁但係大家都會明白就係呢啲頭先嘅工聯街總婦聯呢啲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受政府資助啦，甚至乎就係你會覺得佢會同共產黨有好密切嘅聯繫啦。然後咧就我哋都會視為佢係國家統合主義之下，政府或者上面北京點樣去扶持呢啲嘅社團喺澳門作為咗所謂參政代表。所以而家就都講青聯，即係青年聯合總會，即係代表青年嘅。啱啱新一屆嘅澳門立法會裏邊都有2位委任嘅議員，其中一個係我學生嚟嘅，都係青聯委任咗去做立法會議員。咁所以呢一個都係代表咗一啲嘅所謂力量，甚至乎有另一啲嘅力量喺立法會啦。頭先我講呢3個啦，另一個就係澳粵同盟，即係佢係代表江門嘅，即係廣東，即係你喺嗰個係叫做廣東幫，係代表廣東社群嘅利益嘅。另一個係福建同鄉總會，即係福建社團啦叫做，咁就係佢哋建立咗叫咩？澳門嘅民建聯或者叫做民建聯 ，OK， 民眾建澳聯或者澳門叫做民建聯 ，OK， 咁就係由唔同嘅所謂鄉親會去代表。咁呢2批咧就都係最大嘅所謂鄉事，即係唔係鄉事，係啲同鄉勢力
喺澳門。咁就作為佢哋其實同內地嘅關係都好強，甚至即係如果你睇翻呢個福建同鄉總會，其實佢哋嘅分支好多，甚至乎同內地嘅好多嘅所謂唔同嘅城市，因為佢哋福建好大，有好多唔同城市，佢哋都會喺唔同城市咧有自己嘅所謂鄉親嘅組織喺澳門，然後就變成一個所謂福建同鄉總會，亦都會同一時間呢啲咁嘅民間嘅喺澳門嘅呢啲同鄉會咧，同內地嘅所謂政府咧係直接聯繫嘅。咁江門就直接同江門嗰邊聯繫，咁因為廣東。咁但係佢就嘗試咧，就將即係江門咧嘗試就唔單止係江門啦，其實我都係江門嘅新會嘅，新會就俾江門食咗。咁但係即係從中山啊、珠海啊嘅，其實擺埋一齊，即係代表廣東。即係中華總商會啦，中華總商會就係即係代表商人咧，咁但係基本上即係將紅色商人去主導亦都代表。咁所以其實喺最初嚟講，其實甚至而家都係，即係呢啲嘅所謂社團，就係我哋會視為係佢同政府有好密切嘅聯繫，亦都係政府賦予佢哋一啲嘅所謂特定嘅角色去聯繫唔同嘅界別。如果你想參政咧，你可以透過呢啲唔同界別去參與 ，OK。咁作為代表，但係其實基本上其他社團咧係冇辦法同呢啲咁嘅社團去競爭。俾一個例子嚟，其實我當年都研究過，早10幾年前研究嘅，即係澳門嘅工會。即係如果係，即係我諗大家留意澳門嘅發展得犀利嘅時候，即係05、06年啦，即係開始有新賭場啦，跟住咧又開始有改咗遊行示威啦。嗰陣時其實有一啲嘅所謂自由嘅工會咧成立咗嘅。有其實，但係嗰啲自由工會我都同佢哋傾過，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其實佢哋係冇咁嘅能力同工聯會爭嘅，因為工聯會好多資源。咁佢哋冇資源，佢哋可能得幾個人。跟住就揾埋一批義工就去抗爭啦。咁佢哋其實所講嘅就係話，佢哋嘅角色係咩咧？佢哋做工嗰個，跟住咧製造空間俾工聯會去提出意見，去化解呢一個紛爭。咩意思咧？即係所謂自由工會咧就做醜人，跟住咧工聯會咧就去攞彩啦。咁之後咧勞工咧就會得到改善，甚至而家嘅最低工資都係。即係澳門最低工資都係咁樣打翻嚟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其實你記得到就係，所以呢啲嘅我哋話統合主義就係話呢啲嘅主力嘅社團點樣去代表民間嘅聲音 ，OK， 咁又確立咗佢哋嘅角色，而作為一個參政嘅主要渠道，或者甚至乎影響政治政策嘅一個主要渠道。咁如果甚至乎你睇政治上面，03年香港立呢個23條嘅時候，即係失敗咗嘅時候咧，之後其實大家即刻講，澳門係咪要立？澳門要做一個示範 ，OK， 即係喺學校話落台之前，即係第2任落台之前，佢就覺得好鬼大鑊嘅。咁即係其實聽當年講法咧，即係香港失敗咗咧，澳門就好頭痕啦。OK， 即係你要澳門立先啊嘛，咁咪真係仲慘，即係我點立啊？即係又整到好似香港大立法，所以好驚嗰陣時嘅。咁最後其實去到學校話落台之前咧，就立咗，都要搞咗3、4年。咁所以點解嚟講咧？其實你見到香港做唔到嘢咧，澳門做先。咁呢個其實都係澳門嘅特色嚟。好啦，講完政治層面咧，有啲經濟層面嘅嘢咧，因為其實呢個喺北京嚟講係好重要嘅。澳門啊，主要大嘅集團啊，都係嚟自內地嘅。即係澳門有2個好主要嘅集團，一個就係南方集團啦，另一個咧就係南粵集團。即係佢2個其實係主要嘅叫做咩咧？企業係從呢個最基本嘅所謂貿易啦、建築啦、旅遊啦，即係好多酒店，即係唔計啲外資嗰啲酒店啊，即係嗰啲3、4星嗰啲酒店咧，其實都係佢哋所包辦嘅。甚至乎即係汽油供應啦、食品供應啦 ，OK， 都係佢哋嘅供應。電力啦，電力係點樣咧？南江即係其實南江集團咧，係擁有澳門電力咧42%係最大股東嚟嘅。澳門電信99%都係嚟自中國中信國際電信嘅。航空，澳門航空係咩咧？國航嘅，咁即係仲有少少係澳門政府嘅。咁除咗水咧係傳統咧，以前咧係
法國公司。咁但係咧都有一半股權咧，即係澳門水利供水公司咧，都係有一半股權咧係嚟自新創建嘅。咁新創建都係自己人啦，換過 OK。咁但係基本上你見得到就係、基本上喺經濟層面上面咧，你見唔到咩外資嘅，主要外資就係內地嚟自內地嘅企業。即係呢個其實由60年代開始已經係咁樣，即係唔係近年嘅。OK。咁當然澳門人做啲咩生意咧？佢做以前可能做廠啊。或者做啲好簡單嘅貿易啦，有人講咁樣講嘅。咁但係主要嘅大財團咧、企業咧就係嚟自內地嘅。你會見唔到有啲咩其他，甚至而家我哋咁講，即係澳門嘅建築行業嚟講，啲大嘅建築項目咧都係中國建築為主要。所以甚至有啲人講話，澳門點解冇海底隧道嘅？有啲人話我唔知真定假，我冇話法，就話因為內地起橋叻過起隧道，咁所以情願你起橋，我唔知話係咪真，即係有一個咁嘅説法啦嚇。咁但係你都見到其實就係、意思就係、總言之就係、連輕軌都係內地公司嚟嘅，只不過交咗由香港港鐵去管理嘅啫。咁所以呢一個基本上就係經濟層面咧，你會見到基本上就係由即係50-60年代開始，內地企業進駐澳門，慢慢到今日，都係喺商業啊上面咧都係好依賴內地嘅。但係除咗商業之外，其實你見得到博彩業啦，博彩業其實大家都成日講好多澳門遊客啦，又點多法咧？呢個我都做咗一個表去歸納啦，你見得到㗎啦，基本上。以往回歸之前咧，澳門嘅主要遊客來源係香港嘅，即係到97年咧，香港金融風暴啦 ，OK， 咁其實越嚟越少香港人過去啦 ，OK， 過去澳門嗰陣時，去到03年，因為before03年香港都係經濟衰退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其實香港人過去澳門咧唔會好多 ，OK， 咁但係咧到回歸之後咧，其實好重要嘅，北京咧其實都未講自由行啊，你講嗰、個去到澳門嘅旅客，其實由02年開始咧，突然間飆升，爬過咗香港，即係未有自由行㗎嘛，自由行03年之後㗎嘛。咁你記得其實已經係好多澳門嘅，即係未有自由行就會有啲咩內地團去澳門。咁之後咧，即係03年就係自由行，即係不得了啦。咁即係香港受惠嘅時候，即係香港曳，咁澳門亦都有港派 OK。咁跟住咧就大家，當其時都有一個講法，即係我同內地嘅一啲嘅人嚟收風都講話，其實你用經濟去處理香港問題嘅你，即係其實佢哋其實根本上咧係咩咧？03年開始咧已經係採用澳門模式處理香港嘅問題，其中一個就係經濟問題，就係咩？就係佢用任何方法去扶持香港經濟，咁呢個係有回報嘅。你記得到其實03年之後喺澳門社會嚟講咧就係、好支持北京，好支持北京，因為點解？佢解決咗你經濟上面好大嘅問題。咁所以其實03年經過23條一役之後，香港其實北京都係叻咗嘅，真係用經濟嘅手段咧去處理香港嘅內部紛爭，咁從而提升香港對內地嘅依賴。咁呢個係同一個範疇。咁你見到其實成條 curve 就係去到沙士時候就唔係沙士呢個Covid 嘅時候就封關啦，但係其實封關仲依賴內地，因為點解？內地嘅嚟澳嘅旅客就佔咗我哋99%，喺澳門嘅99%。但係因為當其時澳門冇封關，同內地仍然係有交流，即係 make sure。但係一個重點就係、澳門政府要跟內地嘅政策點樣去做 ，OK， 咁跟足內地，咁內地就好啦，你跟足我，咁你又冇 case，咁就冇事啦 ，OK， 咁所以咧變咗嚟講，當其時向外咧係封嘅，但係向內地咧係開嘅，咁所以變咗嚟講，當其時就完全係背靠內地嘅 ，OK， 咁喺呢個情況到而家就因為開翻關咧就會分翻開少少。咁呢個其實你大家都見得到就係經濟上邊，除咗話所謂企業嘅經營，加上咧經濟上面嘅主要命脈咧，都係依靠內地。咁所以其實澳門人就好清楚知道個遊戲點玩。既然係衣食互補，就唔好盡量唔好挑釁。咁呢個係好合理、好理解嘅呢個。咁你見到咧，其實我話香港不斷跌嘅喺97之後其實不斷跌嘅，但係
係內地咧係不斷升。咁呢個係好明顯嘅分野。以前香港係最主要嘅遊客，甚至乎其實如果大家對澳門有啲認識，即係97年，即係或者回歸之前嗰2-3年，即係黑幫仇殺事件咧，其實都可能同香港嘅經濟有關嘅，因為香港少咗遊客，香港少咗啲大富豪去澳門賭，咁啲黑幫即係佢哋經營賭廳冇咁多賭客，所以變咗爭生意咧就打起上嚟，所以某個程度咧可能同香港係有關係嘅。咁但係呢個唔係今日重點話題啦。咁呢一個就係話頭先我所講啦，增派呢個內，即係 before 自由行之前已經有加好多嘅內地，所以佢嘅人數，內地嘅旅客嘅人數已經係超越香港，成為咗一個最主要嘅旅客嘅來源啦。另一個就係跨境工業區，跨境工業區係咩咧？其實呢個其實喺回歸初期，因為澳門嗰個經濟唔好咧，因為97金融風暴之後帶動到影響埋澳門都唔好嘅時候，咁其實北京嘅眼中咧就會想成立一個想點扶持澳門嘅經濟咧，除咗賭業開放之後咧，仲想即係援助澳門嗰個製造業嘅，因為尤其是如果你留意就係中國喺2000年就加入世貿啊。咁但係其實澳門喺中國加入世貿之前咧，其實都叫做咩享受緊一個咁嘅 free rider 角色，就係話有一個所謂配額嘅紅利啊，即係佢賣啲配額俾內地嘅製造商，咁就你運過嚟澳門，跟住我咪用我配額幫你出口咯，咁你就逃離咗呢個所謂嘅配額唔夠嘅問題啦，喺中國製造業。咁但係咧，喺回歸之後咧，咁你中國入世貿之後咧，咁配額嘅嗰一樣嘢咧就唔存在㗎啦，冇配額嘅問題，理論上啊。咁變咗嚟講，咁澳門嘅製造業咧，其實會好快會出好快。咁所以北京就話：咁不如咁啦，我哋喺青州就一個好大嘅範圍，就叫做跨境工業區，即係喺連接住珠海嘅。咁咧嗰個地方咧係屬於內地嘅，不過有一部分係屬於內地嘅。咁咧啲廠喺裏邊開，就請內地嘅工人。OK， 咁就澳門嘅商人咧就喺嗰度設廠，但係咧製造出嚟嘅嘢咧就當係澳門製造，就運出去外邊咯。咁希望咁樣去扶持翻當其時嘅製造業。所以當然呢個最後係失敗嘅，因為澳門嘅賭業太好啦，唔需要再依靠製造業 ，OK， 去扶持澳門嘅經濟。咁所以，但係個重點係喺澳門人眼裏咧好清楚，喺回歸初期就會發覺北京係幫好多手嘅，尤其是喺個經濟民生方面係幫好多手。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其實亦都係一個重點嘅，我覺得係北京嘅學習就係喺經濟上邊點樣去扶持咧，去帶動咧，係去提升。提升翻唔係提升經濟咁簡單，而係提升嗰個澳門嘅居民咧對中國嘅認受性，呢、這個係其實係成功，可以咁講。喺社會層面方面啊，喺政治可以咁樣講，基本上掌控啦，經濟上面都掌控。咁但係社會層面點樣去影響澳門咧？其實你一睇澳門嗰個人口比例咧，就嚇死你嘅。咁我呢個係我收噏咗，即係話其實喺回歸之後嗰個澳門嘅人口普查，即係每10年去做一次嘅人口普查咧，你記得到，即係話究竟喺內地出世、係澳門本地出世或者香港出世嘅有幾多？頭先我想講，其實澳門好多嘅孕婦咧都去香港生仔嘅，咁順便佢哋其實佢哋可能一早已經有香港嘅身份證，咁所以你睇翻咧，佢哋喺邊度出世咧就。如果你睇香港同澳門加埋一齊咧，喺01年嘅時候都仲係48，多過內地46。OK， 咁但係到近年咧，其實澳門同香港係叮當碼頭嘅，叮當碼咩咧？出生率最低嘅。OK， 咁你記得到咧？喺澳門出世得40%，香港出世 keep 住嘅，其實 keep 住係30%嘅，咁即係好穩定嘅一批人。咁但係內地已經係46%。咁但係你睇一睇香港而家有幾多人喺內地出世？我睇翻最近嘅口普查就話，好似21年嗰個2成半內地出世，咁好清楚嘅。其實所以你見得到咧，其實因為呢個咧，其實我10幾年前已經observe做呢個。咁我已經10幾年前就有篇文就話呢一個就係北京嘅策略。咁但係到19年咧。我覺得佢係跟緊我劇本走，因
19年我喺21世紀都寫一篇文，都深入咗呢一個咁嘅觀察。然後咧，你記得到點解19年之後北京要有一個所謂專才計劃、優才計劃落嚟香港，要幾十萬咧？即係好清楚，佢要人口係喺內地係有，雖然而家達唔到，咁但係要越嚟越多。呢個似乎係嗰個政策係喺當其時已經加快咗部分。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即係點解同內地嘅人口或者係內地出世嘅人係咁重要咧？因為佢哋其實內地背景咧，即係我唔好理佢支唔支持民主啊或者咩先，佢哋對國家嘅個概念咧係好強嘅，甚至乎咧佢哋有一個概念咧係覺得香港好亂，香港好亂嘅。我直頭有一次我喺大學面試啲碩士生，有一個係雙非，香港嘅雙非嚟，佢就話香港好亂，唔肯去香港讀書。OK， 即係佢話覺得澳門好啲，即係你會記得，我唔係話代表全部雙非都係咁，而係其實同內地喺生活過嘅好多嘅都會覺得香港嗰個模式過去嗰個模式咧唔係理想嘅，可能佢一啲接近趨於內地嘅嗰種模式咧係會適合你多啲。咁所以其實用一個咁嘅推敲，其實你好明顯見到點解澳門會，所以我哋叫做乖孩子會咁挑釁北京咧？某程度咧，其實喺個意識形態上面咧，就係個人口結構反映到出嚟嘅。即係呢個係我過去嗰10幾年嘅啱嘅問題。外勞咯，勞動人口咯，1/3嘅勞動人口係來自於內地嘅。即係澳門有大概48萬，有18萬係外勞，最新數字。咁即係1/3就差唔多。咁另外一個係咩咧？頭先我講教育係一個 issue， 係一個好重嘅一個 issue， 就係咩咧？你會見到咧，澳門中學生到內地升讀大學嘅人數咧不斷上升。呢個係一個圖。呢度咧就講咗澳門每年有幾多中學畢業生啦，有幾多會繼續升學啦，有幾多喺澳門升學啦，有幾多到澳門升學啦。咁呢一個一樣我先講。咁其實咧，大部分都會留喺澳門嘅 ，OK， 大部分都留喺澳門嘅，亦都有啲去外邊嘅 ，OK， 亦都有啲外邊。咁但係其實呢度有趣嘅地方係咩咧？第一，你會見到，因為澳門嘅出生率低咧，所以咧讀畢業嘅人數咧係越嚟越少。所以我哋當年都有收生嘅問題，即係收生問題係咩咧？點解？就因為唔夠生源啊嘛。澳門如果你問，好多人問澳門係咪得幾間大學啊？澳門咧我都數唔到，咪11間，11間可以班6位嘅學校。OK， 但係呢個地方只係60幾萬人口，計埋外勞喎，所以本地居民其實得40幾萬，即係每一年得嗰3000幾。我記得我初初喺澳大嘅時候，澳門讀教書嘅時候，一年咧我哋知道係有6000幾個學生，6000幾個學生當年咧，我哋一年咧收1000人。我哋會收 top of the group， 我哋係收最好嘅學生。你哋諗下，由6000減到而家3000幾，即係而家開始回升啦，因為開始經濟好咗，啲人話生育好咗，但係都唔會去到6000㗎啦，唔知會去到6000唔知道。咁但係都去唔翻6000。咁個重點嚟咧係咩咧？以往有一批學生咧，除咗喺澳門升學之後咧，或者去內地之後咧，其實喺台灣或者香港啦，但係台灣佔好多嘅，可能大家唔知，台灣多過香港嘅。台灣即係回歸，即係2000年打後，都每年大概都有1000至900嘅澳門畢業生去台灣讀書。咁喺內地咧，去內地讀書咧幾百啦，300-400啦，即係回歸之後300-400。到就算15-16年啦，都係600-700。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去到16-17年嘅學年咧，係突然間飆升到去1000，係咩原因咧？呢個係好有趣。內地有個叫做保送生名額，即係咧佢要求一啲重點大學或者係出名嘅百幾間，你哋每個同學攞啲學位出嚟，就收澳門學生。點收法？考面試又得，乜都得。知唔知有個 quota， 你同我收呢啲澳門學生 ？OK， 咁你要諗啦，你近年你發覺其實，如果講緊我哋講緊即係學校大學
嘅排名嚟講，其實內地好多嘅所謂出名嘅院校個國際排名都好高，咁所以俾人話咧開始有吸引力啦，甚至乎即係佢哋就話由校長佔佢哋提名佢哋去嗰度叫做考或者面試，我諗其實基本上面試即係其實基本上都收㗎啦。咁咧就俾個名額佢，所以去到16、17年咧，其實有一半啊係保送嘅。OK，所以到而家其實嚟緊呢一年都有差唔多1400個名額。OK，咁就係基本上係保送。咁係咩意思咧？其實澳門不嬲讀大學，就算係本地大學都好咧，都有一個叫校長推薦嘅名額嘅。OK，即係學校可以推薦最初我記得最初嘅時候咧，2000年左右咧 ，top 10% 喺嗰間學校嘅佢認為係最叻嗰10%，就會推薦去本地嘅大學。咁你可想而知啦，呢、個保送生名額一出嘅時候，佢將最好嘅學生就搬咗過去內地，推咗去內地。咁所以你睇我話我嘅 program，我就 feel 我已經完全 feel 到啲學生越嚟越質素係差。我唔會話澳門學生好差，但係永遠都係一個 normal distribution 㗎啦，有啲好叻，有啲好差。OK， 中間係咁樣，其實大家唔一樣嘅啫，其實同香港冇乜分別。只不過澳門人口少咧，你就發覺見唔到好多好叻嘅。咁而家咧，你見得到咧，其實最叻嗰班咧，基本上咧就俾學校咧就送晒落嚟。OK， 咁呢個係16、17年開始做。咁所以香港話咧，香港冇咁大規模，有個別院校會提供呢啲名額，即係同以前澳門係一樣。咁但係我相信呢一樣嘢咧，會唔會喺未來嘅日子香港裏邊咧係會做呢一樣嘢咧？即係話保送。呢個係可能，因為有好重要嘅。當你青年人唔好留喺香港讀書，香港讀書唔好，太自由太污染啦，尤其思想污染。你翻去內地讀書，你多啲聯繫內地嘅時候，你有咗內地嘅背景同埋內地嘅一啲嘅認知之後咧，咁佢哋可能對於內地嘅睇法會有啲唔會咁反同。咁呢個其實係好清楚嘅，呢個咁嘅做法。咁所以我話其實未來會香港會咁做咧，呢個係值得去留意嘅地方。咁你仲有其實我哋送啲學生上去內地都係落嚟嘅，OK， 內地都係落嚟嘅。咁呢個咧就係澳門嘅大學生人數嘅300幾，因為澳門有好多間大學嘅，即係話班大學嘅班學位嘅學校好多嘅。咁有本地生啦，本地生而家基本上咧係佔學生人數嘅1半左右。大學生，內地生，內地生係最多。尤其是邊兩間大學咧？城市大學同埋科技大學咧係收最多嘅內地學生。我諗科技大學最多嘅，科技應該有7-8成嘅係內地生。城市大學可能有一半6-7成左右係內地生。咁本科生啦，呢個本科生而家你見得到因為呢一個數字咧，政府咧喺21年之前咧係冇公佈到有幾多內地生本科生，我揾唔到啊。咁只不過外地嘅本科生嘅數目係咁多，但係去到21年咧，政府咧就有一個數字啦，就係紅色呢紮咧就係內地嘅嚟自內地嘅本科生有好多。OK， 咁你見到其實已經係多過本地，尤其是咩城大同埋科大公立嗰啲，其實佢定咗咧大概2成半度咯，係收非本地學生嘅。咁但係呢個所謂 quota 係2成半啫，但係呢度係有啲 tricky 嘅位可以手賺係咩咧？因為我哋本地生都有 quota， 不過我哋本地生收生得足，咁本地生人數少咗，但係內地生嘅人數收得足原先嘅25%，咁變咗嚟講 overall 咧，內地生嘅人數咧點都會多過2成半嘅。咁大概3成左右都會有。咁所以有啲人會問點解咧？我都可以幫政府答嘅，唔好蝦你事啊！收唔到本地生，佢哋唔生啊嘛 ，OK， 咁咪唔夠學生咯，咁咪變咗唔夠本地嘅學生，咁佢就有好多嘅原因話俾我哋可以，因為咁樣收多咗內地嘅 quota， 唔係收多咗 quota， 而係佢個佔嘅範圍比咪多咗。咁但係整體但係點解城大同埋科大冇呢個限制咧？因為兩間係私立大學嚟嘅，咁
咁佢哋係即係叫做要靠生源去支持佢哋嘅運作，不過佢哋都收政府錢啦。OK， 咁所以咧，但係佢哋係因為私立咧就唔受呢個所謂25% 嘅限制啦。咁變咗嚟講咧，佢哋就收得好多。如果你睇城大，睇政府嘅數字，呢啲城大仲有科大死你8-9成。OK， 咁本科生唔計研究生，研究生基本上同香港一樣啦，基本上都係內地人為主啦。呢個係大家都明白啦。好啦，大眾傳媒，咁啊傳媒係點樣？社會層面上面，咁基本上即係香港你會發覺係好自由啦以前，咁但係澳門其實不嬲都傳媒都好似大家都會覺得係冇乜新聞自由，或者係個傳媒點解咁講？傳媒對政府態度好溫柔 ，OK， 好溫柔。咁基本上點解咧？你去睇澳港視啦，澳港視即係澳門嘅唯一一個電視台，即係唔係唯一嘅係主要嘅電視台啦，廣東話電視台啦。咁基本上澳門政府係基本上係全資擁有呢個，以前就航新嘅，咁但係因為蝕錢咧唔玩啦，咁咧就慢慢買晒啲政府，而家就係澳門政府全資擁有。報紙啦，澳門報紙就係其實香港就文匯大公啦，澳門就澳門日報啦，即係都係由北京所支持嗰個10年代開始 ，OK。咁就基本上澳門日報就係第一大報，咁你會見得到，即係話政府或者北京控制咗主要媒體，其他報紙點樣？澳門好多報紙嘅，多到嚇死人嘅，仲多過香港嘅可以。咁但係咧，呢啲報紙其實冚唪唥咧都係受政府資助，佢咧向新聞局申請資助 ，OK。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報紙基本上咧，中文報紙又好，葡文報紙又好，都可以申請政府資助。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你收咗政府錢，咁你講嘢都要客氣啲嘅。呢個，所以呢個係咩？已經建構咗一個文化，其實好有趣。即係你出任何嘅新聞稿咧，所有嘅媒體基本上咧都係 copy and paste 你嘅新聞稿嘅。呢個媒體嘅作風係咁樣，所以變咗嚟講咧，喺呢個澳門嘅大眾媒體嚟講，基本上係冇乜所謂獨立嘅媒體嘅。近年咧多咗啲 YouTuber 啦，或者係自媒體啦，咁但係近期自媒體都其實即係澳門嘅最主要自媒體就係論盡澳門啦。基本上都被打壓㗎。我仲擔心係會唔會有一日要刪除？政府係會拉人封號啊，定係話其實已經拉咗2個社長㗎啦。其實喺之前佢哋去立法會唔俾佢哋入去採訪，咁佢哋同佢理論之後咧，政府就話係擾亂秩序，就拉咗佢，唔知點告法而家。咁基本上而家所有政府嘅公眾嘅活動咧，都唔會俾論盡澳門咧係去採訪嘅。咁佢可能而家要做啲軟性啲嘅新聞啦。咁所以，因為你係軟性啲嘅新聞嘅時候咧，咁就見得到都係佢哋生存唔到嘅。另一個就係呢個驗證制度，呢個驗證好得意。我覺得香港19年之後就完全跟足澳門去做。呢個做法其實基本上就係內地嘅做法，就係咩咧？澳門基本上係冇一個驗證制度嘅，即係冇一個專業嘅登記制度，即係你係護士、律師 ，OK， 醫生、教師、社工，以前冇嘅，以前嘅律師係咩？澳門唯一一個專業驗證嘅非公營機構咧，就係澳門律師會 ，OK， 得佢一個，因為葡國冇人整出嚟啦，未試。其他係冇驗證制度嘅。咁驗證又點嚟咧？咁基本上就係醫生、護士咧，佢哋就有一個政府嘅衞生局裏邊有個醫務委員會，就由個醫務委員會去確認佢個學位係咪有資格做醫生、做護士啦。咁呢一個就係當其時已經係咁樣啦。咁其他而家回歸之後咧，所一連串做嘅所謂嘅專業驗證，例如係工程師啊、醫療人員啊、會計師啊、保險中介、地產中介、旅遊社工、老師，全部向政府部門登記。19年之後，你睇下香港社工係點樣，而家香港嘅老師係點樣 ？OK， 你下下都係向政府登記。咁呢個其實就係呢個咁嘅制度，基本上就係內地嘅做法。呢個做法好處就係政府掌控，俾唔俾牌你繼續做。OK， 咁大家都 feel 到就係你違反嘅時候，即係即刻釘你牌。OK， 你冇咗專業資格。咁呢個係內地嘅做法，唔係經過佢哋即係一啲所謂有民意代表嘅民間組織去確認你有冇違法，而係政府話你違法就違法。咁呢個其實就係
澳門進一步內地化。其實所以頭先我翻返去最初我所講，即係澳門化係咩咧？其實係一個好動態，其實係走緊去內地。咁但係香港咧跟緊澳門，咁咪大家拉下就大家去咗內地嘅模式。好啦，咁呢個係其實我想講就係話，我想上次頭先講咗從三方面去睇呢個澳門嘅經驗嘅。其實咁澳門嘅經驗有啲乜嘢嘅啟示咧？即係愛國者治澳啦。呢個愛國者治澳係咩咧？其實喺澳門嘅層面嚟講咧，都我嘅睇法係，即係有內地背景嘅官員嚟治澳核心。即係一係我哋出世，一係內地上嚟，最好兩樣都有。OK， 咁呢個可能係澳門而家走緊嘅方向。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即係07年我用嗰個即係終審法院即係嗰個行政法規作為一個例子已經講咗係。甚至乎其實前澳門律師會嗰個會長韋嘅都話其實佢都覺得佢都公開 complain 就話，喺同政府打官司嘅時候咧，基本上咧法院都會判政府勝訴嘅。即係佢哋作為律師，佢哋有感覺就係基本上佢哋冇得同政府打嘅，法院基本上就會覺得都會偏幫，即係佢冇用偏幫就係似乎較為支持政府咯，即係公開講過。咁變咗嚟講，其實都好清楚，其實呢一個三權合作咧喺澳門已經實現咗。國家統治主義模式咧，用社團嘅力量，由政府支持嘅啲社團去整合個社會，作為參政或者係參與公共事務嘅一啲嘅角色。其實咧，我一直會講一個好明顯19年喺香港出現嘅係咩咧？關愛隊。你留意關愛隊可能係街總嘅前身，香港街總嘅前身。中產階層咧，公務員或者專業人士為骨幹啦。咁但係頭先我所講，專業人士都係要受政府去掌控嘅，或者公務員亦都唔敢反政府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個中產咧變咗唔係一個好主要嘅力量咧，去推動個社會改革嘅一個力量。公民社會嘅發展咧係被限制，尤其是傳媒啦，OK， 或者係社團啦，冇資源冇能力去挑戰個政府啦。媒體亦都冇能力去製造聲音，去支持政府，去監督個政府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佢係好難去推動嗰個社會嘅變革嘅。澳門要內地居民嘅交集，呢個交集就係咩咧？我送啲學生上去，我叫你啲人上去生活，我又調翻啲人落嚟住，或者叫啲學生落嚟讀書。呢個交集其實係加強澳門同內地之間嘅往來，或者甚至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咁從而希望大家有多啲了解，咁咧可以減少摩擦，或者係大家有一啲嘅相容嘅點喺度。呢個其實我睇到係北京係想咁樣去做呢樣嘢。老師啊，其實咧可唔可以俾大家有個10分鐘嘅休息時間咧？OK， 好，我講完啦，我哋啱呢個段落都係好正，係啦。好，我哋停一停。翻嚟我就會講嗰個，即係未來香港嘅發展，我會有啲乜嘢根據澳門形勢有啲咩預測，或者之後我哋翻嚟再討論咯。同埋一陣間都有答問環節，可以就住今日嘅講題，或者甚至同香港有關嘅嘢，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問依度都得嘅。我覺得。